嗡嗡嗡嗡嗡嗡，嘿嘿，创啥？创啥？我这边问你要创啥嘞？你拄则 NG 了变一个人咧，你咧？有影玩啊赞，听种因为伊拄则哦，迄规声音比迄声大去用加掉，搞较歹听，你知道？拿后规个卡呢？对，结果卡是 KK。K 啦，卡是啥呐？Lady 卡呀嘛？到底是创啥啦 KK 啦，歹势。对，啊伊就讲，向讲好啊，无啊，食一个丸仔好啊，这食一个丸仔了，规个人笑起来。哦，有影，有食有差。30分钟把握时间。你咧问我拄咧忘是忘啥？系哦，因为我想讲狗啊，爱唱一寡狗的歌啊，所以你迄敢是一条歌？我是一个旋律。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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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，叫你听出来。好个，我知，我有一条。好。山顶一个乌狗兄，伊是牧场的小羊。伊是少爷呢，伊毋是歌，伊是歌，伊毋是狗啦。伊是人。对啊，这条歌无算。啊无，要搁想一条。说起来，我想袂落去啊！吼，爱就咱继继续续听落听落去。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拍的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，哇，我的声破去，用台语念出。要食丸啊无？我拄则本来要感动讲，哇，白边即摆即个丸仔有够厉害啦，有神通啦，除了迄声会当变好听以外，连这台词都会当安尼顺。结果我头壳内底安尼想的时阵，我声都破去。叫我你啊，丸仔来找我啊，差不多爱食哦。听起来那恐怖哈。好，咱今日是顶礼拜的下集，对，这句话是毋是怪怪？顶礼拜无录完的下集，对，因为咱的世界狗仔日真正是太侪人写批来啊。狗仔就是人类上好的朋友，对，黑白边嘛是恁上好的朋友。我拄则有淡薄仔客，因为我怀疑讲敢是安尼。是吼，你才有自信哦。我感觉是就是。好啦，袂歹，我袂甲你反对哈。嘿，顶礼拜咱节目放上出去了后，建中 GPT 听到咱的话啊，真的哦。对啊，伊甲咱讲，咱即礼拜节目出来的时阵，新书店内底狗仔名词音档拢藏起哩啊。哎哟，赞哦，要上线呢。所以你若想要知影吉娃娃、哈士奇，啊，还有啥？你讲着博美诶，台语要安讲，你会当去阮新书库的网站去查。对，家己去查吼，爱记得。多谢建中 GPT， 听到阮咧甲你 call out， 还是其实有人去甲伊通报？毋知呢。我感觉咱以后可能要敲电话互伊专线，甲伊处理安尼。你是讲录音的中间就敲互伊？对啊，喂，建中啊，请问是啥物？啊，甲咱甲迄 call out 的对话甲坑入去安尼，啊，节目就会变较长。安就是时间无够 ，call out 来到。毋是，重点是咱迄 Q&A 还袂结束，还袂到了，咱就要用 call out 来到。咱到底要欠听种免偌济物件，我来问你。欠袂完，欠袂完啊吼！有一天，阮会行了的啦吼。有啦。好，安尼继续来念批。首先，先来听即个高雄的阿竹讲：黑白面恁好，阮老拢诚爱狗仔，尤其是我迄2个查某囝，逐摆看到狗仔，拢会大声喊讲有狗狗。有时阵我会诚见笑，毋过有一摆我带囡仔去婴儿校啊，看煞了后，就去边仔的市集踅街。踅的时阵，行到一半，雄有一只甲阮细汉查某囝要平悬的大只红贵宾冲出来，就是遮拄好，红贵宾冲去针着阮查某囝。自迄摆了后，阮查某囝毋管看到啥物动物，拢会带甲爬起来我的身躯顶。即马好啊，我拢毋惊伊像进前共款，啥物拢毋惊，看到动物搁要冲去耍。要毋过后来想起即件代志，雄会惊。迄当时我乃无去保护阮查某囝，万不伊狗仔的家人是要安怎？好佳在，啥物拢无发生。伫遮爱甲狗仔的爸母讲，伫外口爱注意狗仔的锁仔是毋是伤长，会去互人惊着无？多谢黑白边逐日的陪伴，我嘛是因为要考认证才开始听，考试考煞，毋过听这个节目的习惯煞停袂落来。自头开始听，祝黑白边一切顺遂。后回我会继续拍拼写批。哇！
迄个阿祖你考试考什么几分什么证，你还无甲阮讲呢？对啊，我要甲你恭喜呢好消息。既然你讲你已经考煞，表示讲你一定考到一个程度啊，无一般的人会甲阮讲，我要继续考。阿祖恭喜哦！到时阵等你继续写批来。对，还是咱要开一个认真的主题，遮侪听友哪像拢去考认真哦。对啊，叫大家分享讲因考试的时阵有啥物印象较深的啊，大家来投稿安尼啊。哦，有3种梗嘛，对无？哦 ，A、B、C， 我有考过 A 呢，想袂到吼。对啊，谁让我会去考 A？ 等咱迄集的时阵再来讲。红前搁要提出迄个小本本啊，伊搁要记讲乌边讲要讲这物件，结果无讲，你知？好恐怖啦！我原本想讲吼，迄别人的节目拢有白种记讲，你某一集讲要讲啥，你某一集讲要讲啥。我本想讲无人会记你呢，对啊，结果咱嘛有呢，惊死人啊！安尼咱敢会使讲咱是一个有无这侪人听的节目？好，也是来个讲一遍，看锁这个代志真正足重要。对。所以我若是伤长，你看你迄细只狗仔冲出去的时阵，若是有迄大只狗要来，你会当紧甲伊救转来。对啊，还是讲就是拄着什物危险的时阵，你会当看会着，随反应过来。若是有囡仔想要甲恁家狗掠掉的时阵，你嘛会当随甲伊带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看守足重要，千万毋通因为讲你的狗仔真乖，就安尼结哄哄。嘿妹，别人的狗，别人无乖。对啊，真侪时阵拢是外口较危险。会去白边因兜的毛毛。毛就是安尼走出去了。对啊，不过伊是伫阮兜呢。哦，伊偷走出去啊？阮兜四界走呢。哦，无白锁啊。好啦。哦，哪，拢无白。对，毋通安尼吼。以后我会注意啦。你讲阿姨搁要捡狗来意思呀？应该是袂阁发生即种代志啊啦。无一定哦，毋通插旗哦。阿姨有囡仔，应该囡仔家己饲就好。无你甲伊囡仔去捡好囡仔。结果因囡仔捡伤济，佮送到恁兜来啊！伤远啊啦！哦，安尼。好啦，莫讲阿姨啊啦。是，来看后一张批。后一张批是啥咧？茉莉来啊！嘿，茉莉讲：亲爱的乌白边，多谢恁甲我的批念出来。听到古水的乌白边读我的故事，欢喜的代志会搁较欢喜，心痛的心事煞转变温暖甘心。乌白边搁吩咐我爱好好照顾家己，实在足大心。9月的主题是狗，讲到狗，我就想要哭。自细汉我上惊狗，写了功课甲厝边囡仔伴斗阵耍的时，见若拄着狗，狗就甲我虐，为巷仔尾虐到巷仔头。我是哪走哪哭，哪喊阿娘，喊甲骚声尻川屁屁喘。读国校行路去学校，路边撞着狗，狗毋若大声吠，佮甲我逼到残花，害我三不五时跋入去田土内。规身躯肉土肉甲乌趖趖，臭咪毛。大学做家庭教师，有一个学生厝内的细只狗仔袂记得拔起来，大门开开，伊就走哪飞，飞到我的头前。我无所在通避通闪，只好为大门喙上远的衣襟仔走，跳起哩这翼池顶悬。无想到迄只狗嘛跳起来，雄雄为我的脚夹落去。我随跋落去也有水的翼池内。真正是水甲哭袂出来。顶一冬，我甲翁婿骑脚踏车，伫庄骹骑脚踏车，风微微啊吹过来，真舒适。当我欢喜甲不离啊爽时，远远看到一只乌狗，目睭铁甲大大蕊，对阮金金上。翁会讲：莫惊，有我，无代志，我会甲你顾。伊徛伫头前，我徛伫后壁。伊徛经过狗仔的时，狗仔点点无振动。我一挖过去，狗就起骹撞过来，哪吠哪要甲我夹，我惊甲骂骂吼，袂输一个小查某强要昏过去。我的翁毋但无来斗相共，搁伫边仔手干那雷公咧弹。为什么？到底是啥缘故？狗哪会遐讨厌我？便若看到我就要甲我夹，应该是我的肉伤芳，我的肉伤好食。多谢乌白边，我的查某囝已经好起来呀。应该是乌白边甲各位听众的祝福，历史伊会使遮紧好起来。爱你喏，茉莉 from 苗栗，茉莉有讲，嘿，伊讲好啊，我有写批，茉莉无好念，我想要改名叫苗栗拉里，较古水较好念。问题是苗栗无好念。你今到底多倒哈？你要讲一遍？
应该就是苗栗。对，咱算是苗栗的茉莉，我毋是茉莉歹念，你知无？是头前的啦，你要改写做你的故乡无？结果伊故乡嘛是苗栗。离袂开啦。你以前叫茉莉花，就是做芳的，所以狗就会闻得到。啊，即摆改做拉里，拉里巴肚内底肉嫩嫩嘛好食。拉力较会当保护家己啊，对啦，你会当揪起来。嘿啊，光早揪共款呢。你敢知影讲有人讲，甲我知影讲你会惊伊，伊就硬要甲你用，伊闻得到迄个惊吓的味，还是伊会看迄人的表情，但是狗仔的迄目睭无啥好可能呢，骹咧喘呢，骹咧喘。汗咧流呢。啊，茉莉你徛骹在车伊伫面顶带，还没有几台铁面的。我感觉伊的表情应该是真惊吓。其实狗仔的视力无啥物好，安尼哦，对啊，可能看袂遐清楚，所以惊吓会发出一种味。对，哦，有人有讲过啦，是哦，毋知影讲有啥物科学根据无？啊，毋过我家己去互狗仔肉的经验是，对，我就欢喜安尼挖过去，嘿，啊，伊就要甲我肉。伊感觉你是细汉的，所以要甲你肉。我就有一回去工厂找阮阿爸，嘿，啊，伊的工厂嘛是少一只狗的。哦，你讲迄个店遐啊，做一狗会走出来迄个所在，对，伊大铁柱迄工厂内底对足大足一狗啊，啊，我就入去灶骹，对，啊有一只狗雄雄为我的迄骹头骨安尼夹落去，骹头乌哦，嘿啊，啊，你的骹头乌敢有受伤？有有一个乌青疤，有一个痕伫遐啦，哦，是啊，嘿啊所以真正有老花迄种诶。有哦，哇哦，伊敢有啊，讲毋过我好食嘛是足介意狗的，哦是，夹袂惊，所以你是狗派还是心理变态？啥物？我也无介意鸟啊，啊，你啥无介意鸟啊？你安尼都无介意我呢？我是乌鸟的代表呢。我较介意狗，多谢。我要叫狗去甲你这个土啊夹夹咧。你有够残忍，那会啊？我想着啊，我细汉时阵嘛去互狗仔夹过呢。真诶吼，哎，换你换你，我小学的时阵，阮拢是用行路的去上课，对，啊嘛是行路的转来，逐工行拢无代志哦。嘿，啊，阮迄巷仔中央啊，有一间就是卖肉酥的，我真正有买互你食，你会记？阮兜巷仔口迄间肉酥上好食。我食完就买记你啊，歹势。我对你伤失望啊！这个节目就到这。规日咱同事拢有食过迄个肉酥啦，佮有人讲好食，佮叫我家买呢。哦，哪去有哦？重点是迄个肉酥的对面有饲一只狗，有一个阿姨饲一只狗。啊，因为因迄玻璃规个拢是通光的哦。啊，迄个狗就是白色啊，就是伫咧门骹口。阮逐工拢咧行，拢无问题。对，迄工就是有一台车要烧闪，我就靠挖过去迄个因的任字卡。迄只狗就是肥肥，骹短短，看起来行路足慢的哦。伊用对我骹把甲我夹过来呢。我惊着呢，啊！我本来要甲踢，其实我无要甲踢啦，其实我想要甲骹害掉，害袂掉呢。我就按呢，对，我伫遐干你知影？因为阮迄巷仔足细条呀，你若伫遐休倒的人来看，啊，迄个阿婆就紧甲伊狗带走，啊，我就用口的登去阮兜。啊，骹有安怎无？有骹乌青，规个骹把乌青整起来。哦哟，我含诶，啊，自迄盖了，我大概看迄只狗拢会闪足远。啊，狗仔主人有做啥物表示无？我袂记阿婆有做啥表示呢？我爸妈妈，你即摆听到谁打电话我讲迄个阿婆对面的肉酥互你食。无，但是我大概经过的时阵哦，迄个阿婆伊就甲狗牵掉咧。伊讲买啦，伊袂甲你教。我讲伊迄工就甲我教啊。而且我细汉时阵最想要甲伊报复的，你知无？就是我有咧炸迄球啊，是创啥拢超工牵过迄边。啊是哦，毋是啊，但是我毋敢，因为我惊讲我迄球若卡伫遐，我毋敢去摕。过来捡转去。安尼我会撩一粒球咧。但是当初看电视说切。会加减啦，对啊，本来想讲看要摕啥甲加无，你要加狗哦？无啦，我细汉时阵学袂想诶啦。小朋友千万毋通学哦吼。其实迄就是像咱顶一集的阿贤讲诶啦，阿贤讲着你有听着无？阿贤讲诶，狗仔其实有伊诶灵性伫保护。嘿啦，我迄工就是因为想入去迄个任字卡。对啦，伊感觉应该算是因兜诶范围啊。对啦，伊感觉讲我走入去伊诶范围内底，所以甲我加啦。嘿啊，后来我拢行，你是擦啊布，后来我拢行去上对面，搭伫迄肉酥迄台车面顶，搭伫车面顶创啥啦？搭咧行，安尼，听朋友看无啦，无要紧啦，就是咩？等下摸下，安尼，但是迄盖了，我今天对狗有一点啊，个 PTSD 啊，我这个人 PTSD 就济，我知啦，连公司的马桶嘛有 PTSD，我感觉这集会使讲一个，啥物拢会当 PTSD 啊？佮要讲公司的代志，感觉是变数的代志。对，这甲细细就敢有关系，啊，无咱到时阵开一集好啊。来讲一个，我最近是无啥物啊，来讲一个，你无说变数的代志啊。来讲一个
就是讲些物件害去，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安尼？嘛是会当啦，嘿，趣味啦！安怎趣味？则讲要讲一个发生趣味的代志啊，咱拄则就发生出趣味的代你志。趣味我无趣味，当事人真惊吓。听到朋友阮拄则就是想讲，哇，即、个所在休困者可能还吞一个喙烂，结果白变向了看涂骹者就，你搁叫一遍，我会去安怎叫啊？伊叫我叫一个呢，叫做大声呢，我讲错啊，是看到啥啦？我本来想讲，结果就是加蛇啊，是讲啥物狗遐啊，想讲伊是踢着啥，有需要咧遐激动。伊讲，迄有拉力，我讲你遮哪有呢？我讲你遮哪有拉力，我写做欢喜啊！我看拉牙遐，伊讲嘿，我本来想讲啊，迄个拉牙尔无声，叫行过惊着呢，做大只的呢。对啊，小大伊诶。迄骹唇开可能甲咱的，可能甲平碰差不多大，伊的身躯迄个所在，啊骹唇开可能佫较长啊，差不多2粒平碰迄个大小。然后明仔日甲你想看觅，白变规起笑瞪机，我摕迄阮迄丸仔，完全无心理准备就去遐惊着啊！对，我摕迄阮茶丸仔的迄个药壳啊，甲伊请入去内底。啊，我拄则阮就是休困者，我甲伊送去1楼迄阮边仔的树仔遐。原本我阁有翕一张相啦，想要甲伊讲拜拜，结果我翕了了，我看袂出来伫倒位。你相片内底找无就对啊，若是有想要找看觅人会当私信阮的 IG， 我才传互你啦吼。应该无啦。你找看觅，你若找着有即个物件，阮就寄一个丸仔互你食。黑白讲，无你较有人想要试食即个丸仔啊？好啦好啦，讲转来即个拉力，对，我感觉伊确实是不离啊衰呢。安怎讲？你看，因为国校啊，对，啊大学，嘿啊，搁即嘛嫁红了后，哎哟，拢嫁狗仔种一呢。世人拢伫互狗仔种。嘿啊，为什么一世人拢去互狗仔教？安尼是毋是怪怪？硬要唱的。你拄则听你讲为什么的时阵，我就想要唱的。啊，搁有迄条为什么？这我毋知。为什么？我有要咧喂，有啊，有感受到。我规人咧叮当的，但是我无法度像你遐厉害，迄个带迄个声。伊当伊向顶悬就好啊。向电管无法度啦，我迄家己唱法度。但是我嘛袂记即条歌谁唱的。无重要啦。好啦，或者你袂晓唱。嘿啊，我袂晓唱，但是我嘛有共款的疑问呢。嘿，安怎？到底是啥物缘故，狗仔哪会就是特别讨厌某一个人？哦，敢要咱请问咱线顶的兽医师？线顶的兽医师，红金甲伊叫红金，对啊，红金等下甲你讲，拜托，我是研究动物的。啊，毋是研究人啊，我哪知迄个人啥，我特别讨厌。其实嘛是有呢，因为这是动物的心理对啊，状态问题嘛。嘿啊嘿啊，哦，所以你兽医师应该会晓哦。嘿啊，红金靠你啊哦，说电脑其他的朋友恁知影，嘛使甲阮分享哦。想要知影，对，而且因翁为虾米安尼，安怎？拢毋家斗相共伫边仔笑，敢若雷公咧弹咧，大家笑甲足大声毋知是诶哦迄，条路伤细，伊无法度甲伊徛过，还是安怎？毋知啊。但是就是感觉足受气诶啊，是安怎喺边仔笑？那你即马行去恁翁边仔，甲伊扇落去，莫甲伊讲甲扇落去，搁笑啊，搁笑啊，甲扇落，受暴力啊啦！袂啦，扇一个尔，无讲扇倒啊，你莫扇喙皮就好，骹装皮甲扇落啊，有无？哦，对啊，你莫咧吼，一感觉想讲要甲扇喙皮，你拄安尼对待我，你搁要讲出来是无？伤济啊，你跋伤济啊，我毋知影要回啥。后面敢有有啊，后面是咱上机台的，上机台，有声音的批信。对对对，大夫啊，大夫来咯！安尼咱先来听看觅大夫即个要甲咱讲啥？好，我陪恁好吼，感谢恁分享我的录音档哦。我本来是想讲吼，应该过几礼拜才会听着，啊，结果拍过节目的时阵，我拄好咧开车。我错一条线驶伤紧啊！好你加在迄路里哦，无车，无真正会惊死。啊，希望有别的听众嘛会当鼓起恁的勇气哦，甲恁的声音寄出来，无恁就会直直的听着阮足后的我足后的台语哦。啊，讲到狗的话题啊，我本身目前只有饲猫啊，但是我细汉时阵有一段时间，就是甲阮厝边隔壁有偷偷饲一只野狗。但是呢，我印象中只有饲几工尔啊，因为我感觉伊应该是破病啊，规身躯拢是虫，所以讲过不了偌久吼，我就发现讲伊过身去啊，所以我就只好拜托阮
厝内底的四大人斗相共处理。啊，我即马阁会当想着伊互迄个乌多摆带走的迄个模样哦，我是共款无感觉有一点仔心酸啦吼。所以希望讲以后势当投胎做一只足幸福的狗，无足幸福的猫来势。啊，讲到遮吼，恁敢有看过即只猫仔咧？啊，即是阮兜的妹妹吼，啊无看过，请赶快鬼眼啊！啊，是毋是足古锥的？讲算笑的啦。因为我太太即摆嘛有伫经营阮兜猫的 IG 吼，其实伊个咧丢图讲，敢有要公开是袂，所以毋知影敢会当请恁小可互伊鼓励一下吼。好，感谢。是安怎要拍扑啊咧？你毋知影是安怎，你搁对咧拍？我看你拍着对咧拍，惊收细声。哦，我会使甲你拍，甲我拍创啥啦？看拍倒位啊安？尼你免安怎拍手？毋我是拍手，我拄扑啊！我惊安怎样？我拄则甲我的手拍甲红起来，你等下嘛爱拍你家己的手。无爱。你看，规个红起来，你看有五指山，五脚下山。山，无啦，我要感谢大夫啦，是安怎？因为伊互迄只狗啊，伫咧上尾的时阵，毋是一个人，而且伊阁有请四大人好好甲伊处理，表示讲伊即世人的上尾一段路有因陪伴伊啦，哦，安尼袂孤孤单单啦。嘛就是算讲伊伫咧流浪啊，还是讲进前经过啥物代志，上尾的时阵，伊阁有伫咧即个世间得到一寡温暖，对，真正是足感动的。有影，囡仔大夫多谢你哦，然后多谢，大人大夫嘛多谢你哦，多谢你，感谢，对，多谢你写批来甲阮分享即个温暖的故事。对，大夫做有心的哦，大夫除了就是伊有录音以外，伊阁甲伊录的物件写出来。我咧摇大夫应该是先写好啊，这个用讲的安尼。应该是安尼啦。但是伊讲驶车的阵听咱的物件，听到伊的声，到底是因为你听到你的声，带一条驶伤紧，还是因为阮的节目真趣味，愈驶愈紧？阮之前应该有呼吁过安尼，驶车的阵袂使听呢。对啊，无恁落车的时阵要做啥物代志拢会袂记哩，比如讲你要投稿，比如讲你要甲阮讲啥物话，譬如讲你要寄物件互阮，你都会袂记哩呢。无毋对，安尼驶车袂使听，啥物袂使听，到底当时才会使听。红针即两集你困的时阵毋通听吼，你爱家记起来哦，无你会一直起床哦。困袂去。红针讲伊即马困袂起时阵，拢会听咱的节目。对，伊讲比啥物迄要互人困眠呢？对，会音乐更较好，所以效果更较好。对，所以就听阮的节目。但是伊讲阮节目叫着伊的名，伊怎兄姐的精神啊？嘿啊，这故事这是咪后盖囥伫咧小编听你讲来的啊？哦，好，咱到时阵再甲即段好好念出来吼。好，红针即集毋通听吼，困的时阵毋通听吼。大夫讲因太太即摆伫经营猫的 IG， 拜托咧，公开啊，有啥物好无公开的？对啊，猫啊、狗啊，只要是高水的即种动物，拜托诶，公开伫全尽量公开。对，公开互全世界知影。嘿咩？遐尼高水的物件是安那爱甲藏起来？对啊，你拄则也讲啊，这是阮大妹妹你无看过吼，来佮互你加看几摆。既然要互大家加看几摆啊，你公开。对，阮身体里公开。台语台公开啊，所以恁太太嘛会当公开。对，听众朋友，恁若即摆咧听节目的人啊，恁停车的时阵啊，停车的时阵会当来阮的马种野看者，看因兜的猫仔有偌古锥。对，顶届嘛有人甲我讨阮兜的猫啊，结果伊敢若学了一句尔，我都切心的呢。我本来想讲我会收到足侪学了的，唉，恁遮的人真正是袂堪红学了字啊。讲笑的啦，讲笑的。啊，我想想受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想要甲听众朋友讲。好，请讲。因为拄则大夫即段伊讲路边的野狗破病过身，对，伊请厝里的人处理即件代志。嘿，因为我想讲，咱即个是狗的主题嘛，咱可能伫咧路年啊，都有看到迄狗啊出车祸啊，是讲啥物狗的尸体即种物件。嘿啊，一般的人可能会想讲要靠清洁队啊，是讲政府单位，譬如讲1999。嘿，但是伫遮我要宣导两个所在，对，我去互因感动啦。我就是看因安尼做，我感觉足感动的。哦，对，咱先拄北平讲起，北平，对，分两个地区啦。哦，这是两个团体、两个单位，了解。对，因就是免钱咧做即种路边所谓的路杀。哦，对，就是伫咧路边往生的动物，譬如讲猫啊、狗啊，这因拢有伫收，因就是免钱来甲伊再造，啊，甲伊火化，而且伊会甲你联络，啊，佮会甲你讲因当时处理即件代志。重点是完全免费。哇，这有心的呢，全程拢用来你甲你联络，感动啦。对，首先来介绍即间是，听起来咱想要做什么生意？即间是融融花园，融融花园啊。对，伊迄个融是一个草字边，下骹是个耳仔的耳。
永永辉远。伊伫咧2022年成立，伊服务的范围伫咧台北、新北啊，甲基隆。你若是伫咧即3个所在啊，看到这路边有迄狗仔是猫仔已经过身去的，你就是摕一个纸箱啊，要去倒去摕纸箱啊，我跟你讲，桥上一定有。就连迄槟榔大的，你甲伊讲你是要装迄路边的迄动物，因拢做热心的。这时阵我要讲一个我的经验啊，买好啊！即摆讲我的经验，到时阵就超过迄个时间啊。先甲即2件讲了，大家较会当专心。好，你会记我点解去缀着迄只牛无？对啊，看到迄只，毋是我缀着了，讲毋对。我看到迄只人缀边的牛，我敲电话互因，嘿，啊，因就讲无法度，啊，尾我就敲1999。因讲因会请迄清洁队的人来处理，啊，像我知影讲，我有去查新北市，若是即种动物的物件，因会去集中一个所在，啊，尾也再送回化，集中处理就对对。但是因安怎处理，我是毋知啦。过来另外一间是中部，嘛算是中部呢，伊这范围足宽呢。无论你是伫咧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中华、南投，遮个所在拢会使找即间。伊的名号做毛海的彩青天堂。毛孩的彩虹天堂，伊自2018年开始救，即摆目前已经处理超过1万只的动物。哇，对，真正是做甘心的。我原本伫咧中华的时阵知影即间嘛，啊，我迄当阵伫咧台北的时阵，就是讲毋知要找啥，所以我敲1999。嘿，啊，迄清洁队有来处理。啊，遮先说要甲大家讲哦，你今日伫咧荒郊野外，你要安怎甲人讲你伫倒？伫咧市政府单位，你要安怎上紧甲伊讲你伫倒？你知影要讲啥无？我毋知，开我的 Google Map。嘿，甲伊讲你的定位哦，点伫倒位？有一个上简单的方法会当提供互大家参考。紧讲，咱伫咧荒郊野外是毋是一定有迄路灯，还是电火条，一定爱有嘛？因为咱民生一定需要用电。电火条面顶拢有号码，写伫倒位？电火条面顶，即有写，恁登去注意看卖啊。路顶嘛有写路顶的编号啦。大部分拢有啦。若真正无，你才看到路边有迄条啊，譬如讲啥物。124K 还是啥物，还是讲倒一段甲倒一段的中央，接电话人拢会做斟酌甲你通知。上好是你爱留电话，对，你留电话了后，因会敲电话甲你联络。嘿，对，我迄工就是半暝啊出去拍铃的时阵，伫咧路边啊看到一只猫啊，已经过身半暝毋困，佮去外口。嘛毋是半暝啦，毋通咧讲阮老母会生气哦。黑白妈妈，你看恁查某囝暗时都无爱困呢？无啦，就是我下班要登去进前去拍铃啦。好啦，这毋是重点。好，你继续。阮兜是荒郊野外嘛，住伫咧山边啊，有足侪人会去遐劈枪。我迄当阵伫路中，你捡猫的时阵，我足惊迄去互车弄着，结果有5台车呢，咻过去。嘿，有一台车挖转来，伊挡伫我头前，替我砸车。伊个随 call 因朋友来哦，问讲有需要啥物斗相共，伊就讲另外一个先冲去便利商店偷抓箱啊。今天做有心的呢，伊虽然讲看起来歹啊，你知哦，但是因人落来做温暖呢。对啊，我迄当阵是敲1999，甲因讲路顶的编号。嘿，对啊，尾也甲猫仔缀入去。而且我迄当阵哦，阮3人做伙甲猫仔掠起来要囥入去抓箱的时阵，大家拢叽叽叫。因为迄只猫的目睭已经走出来啊，对，但是无会啦。我是用一个足尊敬的心，希望讲伊会当有一个完整的，所以阮就是甲伊装好，甲伊囥伫路边安尼。了解。虽然讲恁无一定听会到，但是迄5个人我伫遮甲恁感谢。对，替猫甲你感谢嘛，替恁帮助我的即个部分甲恁感谢。啊，听众朋友，恁若是有拄着即种状况，无论是你有斗敲电话，还是讲你有斗相共，嘛是咧依你家己的能力。我捌听过讲有人做惊火的有无？家己去到处理，结果家己昏倒安尼，因为迄是伫路中，安尼是足危险的，而且嘛是爱呼吁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嘿，请讲，以领养代替用马。对，若是真正要饲，就爱照顾伊一世人，毋通安尼黑白放生，真重要。还是讲黑白甲伊放杀？对啊。若无你就是找一个人来继续甲伊照顾。对妹。参像阮阿姨安尼啊，喂，你若以前无啥保证啊，无论安怎，这拢是一条性命。嘿啊，而且即马流浪动物压迫着野生动物的生态嘛是真严重，就像咱拄则讲到的拉力。嘿，我毋知甲你讲，你若是遮出现拉力，我会足欢喜，因为拉力最近发现真侪，就是去互流浪狗围起来。去互伊咬个受伤，电工诶嘛有一个啊梅花鹿啊，去互伊咬，结果尾会死去啊！对，这种是一个生态诶问题啦。而且咱无要讨论甲遐深，但是我感觉有遮尔侪流浪动物，大部分拢是人诶问题啊。对啦，人诶问题、心态诶问题啦。好啦，
搁一摆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，恁写批来甲阮分享恁的生活故事。多谢。即摆来宣导一下咱10月份的主题好啊，讲一个较轻松的。10月安尼。对啊，总是爱呼吁一下，若无咱后个月无批要安怎？好，后个月是10月份，咱的主题是啥物咧？妈妈10箍，妈妈10箍来啦吼！为什么是妈妈10箍？因为细汉的时阵，拢会甲阮老母讨10箍啊，讲我要去买啥买啥。敢若讨10箍敢有够？阮老母敢若互我10箍。10箍会使落的呢，哎呀哈哈！听朋友，恁细汉甲老母讨迄收费的时阵，你拢摕去买啥？还是讲恁细汉的年代摕10箍？可能毋是10箍啦，有的人是50箍、500箍啊。可能一摕100箍。对啊，你讲来互我欣赏者嘛好。细汉时阵你拢摕你的收费去买啥物物件？欢迎下回来甲阮分享哦。欢迎。好，时间差不多啊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批信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9月主题是狗，讲到狗，我就想要好。无你迄个情绪，你也是9月份的主题是狗，讲到狗，害我三不五时跋入去田土内，害我三不五时跋入去。兄弟啊，在创啥？害我三不五时跋入去田土内，敢有差？跳起你洗衣碟，洗液池，跳起你洗衣碟顶，跳起你洗液池顶悬，跳起你洗衣碟顶，你是要跳几届？哦，卡都酸的咧。跳起你洗衣碟顶，洗衣碟顶，你是要洗偌久？跳起你洗衣碟顶，一碟什么啊？你甲迄个下放入去啊？跳起你洗衣碟顶，我都几句念啊！你是咧问讲啥爱拍手着？对，爆死爆死！